大家歡迎收睇2025年10月21號星期二朝早6:40嘅颱風速報，現時時間朝早6:30，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我哋而家嚟睇個最新風暴消息。風層現時在本港以南約400公里外掠過，在風層及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，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。除非風層顯著增強，否則改發8號信號機會較低。3號強風信號會至少維持到下午6點。風層嘅外圍雨帶正喺度維持到廣東沿岸。本港今日嘅雨勢較為有時頻密，天氣稍為轉涼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入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天文大潮、東北季候風及風層嘅共同影響下，未來2-3日本港沿岸水位普遍會較正常高0.5至1米，在晚上漲潮時，部分沿岸地區可能會出現水浸。而維多利亞港嘅水位可能會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約3米左右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嘢啦，我哋而家就嚟睇個風暴路徑啦。目前朝早6點半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開始逐漸遠離本港區，現時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約460公里左右。咁我哋而家嚟睇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咁我哋呢次颱風速報就到啦，咁我哋就朝早11點嘅臨盤再見，係咁先，拜。